新世界發展早前公布早鳥剃頭換新債方案投標結果，合共本金11.79億美元，永續債持有人接受方案佔比46.6%，而有期限票據就有6%本金持有人接納置換。新世界亦都宣布延長早鳥期優惠至11月25日，並且提高永續債置換上限至17.9億美元，總規模19億美元維持不變。呢一次結果同信報專欄作家王債原本估計嘅差唔多，永續債持有人抱住輸少當贏嘅心態接納方案，有到期日票據持有人就態度強硬。始終新世界唔可以好似永續債一樣無限延期派發債息。王債又寫咗一篇名為《新世界債等待2031年樓市黎明》嘅文章。佢喺文章入面指出，事實上新世界成個置換方案係為永續債持有人度身設計，以接納金額嚟到睇，亦都確實係咁樣。之前王債亦都提過，新世界以尖沙咀 Victoria Dockside 嘅可分派收入，向新發行9% 永續債券持有人派息。Victoria Dockside 上年嘅可分派收入為12.38億元，比起新永續債及票據每年收益開支13億元，算係絕大部分都 cover 到。新債持有人可以安心收息啦。新世界債務重組方案已經塵埃落定。王債就反而想講下新世界背後嘅戰略考慮。新永續債有一個利息 step up 條款，若果新世界喺2031年冇贖回永續債，債券票息就會由9厘增加到12厘，而有期限票據就會全數整合至2031年到期。換句話講，新世界要將債券重組至2031年先至處理。咁點解要延長6年，而唔係更加遲嘅時間呢？王債認為新世界呢個舉動絕非隨意，而係有佢嘅戰略考慮，同香港住宅市場結構變化有關。新世界表面睇好似係拖長緊還債，實際上佢都係拖長緊還債，但係就唔係賴帳躺平，同時係時間換空間，期待博樓市回暖翻身。新世界今年已經完成多筆銀行貸款再融資，2年內到期嘅債務已經由738億元大幅降到290億元，現金流嘅壓力暫時舒緩，但係畢竟最終都要有足夠收入先至可以還到錢，因此就要捉緊樓市週期先至可以自救啦。今年本港新盤市道唔錯。首9個月一手住宅銷售量按年增加25%，預計全年增加20%，創6年新高。據估計，2026年一手樓銷售再錄得單位數增長至2.1萬伙，有望升至疫情前嘅水平。與此同時，下年本港住宅竣工單位估計有2萬伙，銷售單位開始多過落成單位。而家一手樓現貨約有2.6萬伙，在建樓花就有6.2萬伙，係4年新低。已批出可動工單位就有1.4萬伙。即係未來嘅4年，一手樓總潛在供應就有10.2萬伙。由於本港發展商2023年開始已經大幅度減少買地，預期4至5年之後，新樓供應將會急劇下降。以現時本港每年一手樓需求約2萬伙計，未來5年需求可以大幅消化而家10萬伙庫存。到2030年底，本港地產商一手樓供應就會銳減。新世界債務重組至到2031年，某程度上係想等待未來樓市好轉。一旦樓市復甦，手頭上持有短中期嘅農地超過900萬方尺，長期儲備超過300萬方尺，以及住宅資產將可以加快套現，釋放資產價值，令到新世界成功補血減債。最後係所有人都知道嘅息率問題。美國減息之後，預計未來數年利息開支同步下降，新世界財務負擔亦都會有所減輕。雖然有債友認為樓市回穩信號唔明顯，工商物業又唔見得會大幅好轉，
但係將心比己，新世界主動出手處理債務，等待黎明來臨套現資產減債，總好過民企內房違約躺平啦。信報 YouTube 獨家優惠，只要嘟呢個 QR code，即可以以38蚊試閱信報網上版1個月，一日都唔使個半，快啲訂閱啦！